想喺呢個地方做官，第一關唔係考試，係淨身。公元10世紀中葉，廣州，當時佢唔叫廣州，佢叫興王府。興起帝王嗰個興王，珠江邊泊滿花船，桅杆密到好似插咗一排竹。街市賣荔枝，賣沉香，賣玳瑁，空氣裏面成日有一陣鹹腥味，撈住香料味，散唔開。榕樹上面啲蟬由5月叫到8月，冇停過。就喺呢座城入面，一班啱啱考完試，榜上有名嘅讀書人，收到通知要去嘅唔係禮部，係蠶室。蠶室係乜嚟嚟？就係動完刀之後，要匿喺一間又暗又焗、密不透風嘅房裏面養傷嘅地方，因為怕風怕感染，就好似養蠶咁。中咗進士，想做官，先要走呢一趟。我同你講，呢件事唔係我作嘅，呢件事寫喺《資治通鑑》裏面。而更加離奇嘅係，呢個國家喺正史裏面連一個獨立嘅本紀都冇。中國人讀咗1000年歷史，廣州做過一個國家嘅首都，呢件事好多人一世都唔知。第一樣，一個數字，《資治通鑑》嗰句寫得好白，由是患者近2萬人，近2萬個太監。而呢個係一個只得嶺南60幾州嘅細政權。盛唐最鼎盛嗰陣，宮裏面嘅宦官都係以千計。第二樣，一個矛盾，同一個朝廷，公元920年就開咗科舉，年年放榜，一路冇斷過。仲要係5代十國裏面第一個夾硬將刺史呢個位由武人手上搶翻嚟，全部交俾讀書人做嘅政權。一邊逼讀書人淨身，一邊年年請讀書人做官。你話呢個國家係點樣嘅國家？第三樣，定性。所以呢個唔係一個純粹嘅笑話王朝，呢個係一部俾人剪剩3分鐘嘅長片。你喺教科書裏面見到嗰幾格閹割、暴君、亡國，全部係真嘅，但俾剪走嗰90分鐘都係真嘅。今日呢條片，我想同你由頭睇一次。首先要搞清楚一樣嘢，南漢係點冒出嚟㗎？唐朝末年，天下開始散，有個人叫劉謙，做豐州刺史，即係今日廣東封開嗰頭，手上有過萬兵，100幾艘戰艦，喺當時嘅嶺南已經係1號人物。劉謙死，大仔劉隱接手。劉隱做嘅係執頭執尾嘅功夫，一路吞併嶺南，各路割據勢力，一路收留由中原逃落嚟嘅讀書人，全部留喺自己幕府，鑿魚山，擴廣州城。907年比後，涼封彭郡王；909年南平王；911年南海王。同年就死咗，30幾歲。劉隱死，細佬劉錯接手。917年喺番禺稱帝，國號大越。第2年改叫漢，因為佢話自己係漢朝劉氏後人。史書為咗同北邊嗰個漢分開，叫佢南漢。廣州升格，改名興王府。呢個劉佶係個幾有趣嘅人，佢信周易信到入心，年號話改就改。有一年話宮殿見白龍，就改完白龍，跟住索性自己做咗個字，上面一個飛，下面一個龍，讀戊，取易經嗰句飛龍在天，然後拎嚟做自己個名，學武則天嗰套，一個自己造字嘅皇帝。呢樣嘢你先記住，我哋結尾再講。點解偏偏係廣州？2個原因：一，夠遠中原打到稀爛，仗一時三刻打唔到落嚟；二，有海，廣州係唐朝最大嘅外貿港，波斯船、大食船、南洋船一路揸埋嚟。中原亂，呢度反而收得到人，收得到錢。開國頭10幾年嘅南漢其實唔難睇。有件事我幾中意講，劉才啱啱建國，個大臣王定保由京南出使翻嚟。一入城門就開口，建國當有制度，唔入南門，青海軍額猶在，四方旗不取笑乎？你都話建咗國啦，點解城門上面塊青海軍嘅舊招牌仲掛喺度，俾四方笑蟹？劉劌笑笑口認咗，我防咗你咁耐，偏偏就冇諗到呢樣，抵佢串，會認錯，會用人，會考試。呢個係開頭嘅南漢，之後佢用咗54年。行到另一頭，南漢最出名嘅一門生意係豬。大寶6年，公元963年，最後一任皇帝劉卓落咗一道命令，
設微川都。留意個都字，都唔係地名，係軍隊編制，即係話由呢日開始，採珠唔係一門漁業，係一項軍事任務。地點大埔海，呢個地方喺邊？我講個今日嘅名你就知。吐露港，香港新界大埔嗰邊。你今日行大埔海濱，或者坐火車過吐露港，嗰段望出去一片好靚嘅水。1000年前，佢係一個皇帝嘅珍珠場。採珠嘅人一夜之間由漁民變成兵點採。宋史寫至微川都定期貨，令入海500尺採珠，定咗貨額，即係有指標。宋朝人王辟之嘅《水硯談錄》寫得更加實，兵至8000人，專以採珠為事，目曰微川都，每以石叫其足，入海至500-700尺，溺而死者相屬也。石叫其足，綁一策，石落對曰：等你沉得快啲，我要老實講兩句。500尺大概150米，人徒手潛唔到。古書呢個數字肯定係誇咗，人數都有分歧。宋人筆記寫8000，另一啲資料寫招募3000，呢兩個數我唔會當精確。史實講，但綁石落腳，沉落去，上唔返嚟嘅接連不斷，由宋人寫到後人寫，一直冇改過。你閉上眼諗一諗個畫面，一條繩臨醒眼，一條繩減繩，確實船上面有人計緊數，落去磨扯繩，上返嚟上唔返嚟嗰啲條繩就唔喐。咁多珠最後去咗邊？同一本書講埋，珠充積內庫，所居殿宇梁棟簾幂，率以珠為飾，窮極華麗。梁柱門簾全部鑲珠，一間用人命砌起嚟嘅屋。更殘酷嘅係，人命呢樣嘢喺呢個朝廷唔只係用喺海底。翻去開頭嗰句原文係咁嘅：凡群臣有才能及進士撞頭或升道可與談者，皆先下蠶室，然後得進。亦有自宮以求進者，亦有免死而攻者。由仕宦者近2萬人，貴顯用士之人，大抵皆宦者也。為士人，為門外人，不得遇事，卒以此亡國。拆開嚟睇，3種人。第一種，有才能嘅大臣，考到狀元嘅進士，連和尚道士，只要皇帝覺得你傾得埋計，先淨身，然後先見得。第二種，自宮以求進，冇人逼佢，佢自己幾人落刀，為咗一個官位。第三種，本來要殺頭，割咗當免死，結果係近2萬人。而未淨身嘅讀書人喺當時有個專門嘅叫法，門外人，永遠企喺門外面，唔俾參與國事。劉處嘅邏輯，史書講得好清楚，有屋企嘅人會為咗仔孫留後路，唔會對皇帝盡忠，冇仔孫嘅人先至係自己人。呢度我要順手插一個流傳得好廣嘅故事。網上有個版本講，有個狀元叫簡文會，喺殿上拒絕淨身，俾人當場杖斃，血染丹蓋，寫得好有畫面。但呢個故事係假嘅，我查唔到任何史料支持，而且時間都對唔上。簡文會係920年前後宗嘅狀元，佢死喺劉勝嗰朝。閹割做官呢條規矩係劉溪958年之後先出現，中間隔咗成代人。真相冇咁戲劇，但一樣難聽。真實嘅簡文會係咁嘅：細個冇咗老豆，阿媽幫人車衫繡花養大佢，冇錢送佢入學堂，就自己識幾個字，教幾個字。佢生性，讀得好，寫詩寫賦，喺鄉里出咗名。920年，南漢開第一次貢舉，佢中狀元。呢個係廣東歷史上第2位狀元，第一位係唐朝嘅莫孫興。流傳賞識佢，仲賜咗座牌坊表揚佢阿媽。之後佢一路升，做到尚書、右丞、管兵、刑、工3部。一個由縫紉盤邊嗌上嚟嘅人，做到6部裏面3部。然後劉勝上台，簡文會照直講，講完就俾人調走，貶做刺史。去到今日，博羅河源嗰頭，佢喺嗰度做得幾好。史書講佢公正嚴明，愛民如子，百姓中意佢。最後死喺任上，由縫紉盤邊行到尚書位，再由尚書位行到一個冇人記得嘅州。
呢個先係真嘅版本，冇血染單舉，冇當庭自刎，只係一個正直嘅人慢慢俾人搬走。最黑暗嗰段唔係豬，唔係刀，係屋企人。942年，劉駐死，大仔劉秉即位。呢個人驕奢淫逸，唔理政事。943年，佢個細佬劉弘熙搞咗場角力表演，請佢飲酒，飲到大醉，散場。劉弘熙叫大力士當場揸住佢，吹佢心口，打死。第二朝早，一班兄弟入寢殿，迎佢即位。佢改名劉成。劉成得國不正，怕人唔服，就用重刑立威，跟住就開始殺，先殺功臣，再殺兄弟，殺完兄弟，殺兄弟啲仔，侄女收入後宮。史書8個字，數年之間，劉家誅殺殆盡。我想讀一段俾你聽。佢有個細佬叫劉洪稿，俾人半夜召入宮，佢一聽就知走唔甩，佢請侍者等一等，翻去沖咗個涼，行到佛像前面，講咗一句：洪稿一念之差，投生皇宮，今天被殺了，願後代投胎民家，免遭屠殺。一念之差，投錯咗胎，投咗入皇室，下世唔該俾我投去平民屋企。講完，同屋企人喊住講再見，然後行出去，到咗即刻俾人殺。呢句嘢我讀咗好多次。一個王子最後嘅願望係下世唔好再做王子。唔係。938年，白藤江膠州，即係今日越南北部，當時名義上仲係南漢管。劉才見嗰邊內亂，覺得有機可乘，封自己個仔劉宏操做交王，派佢帶兵出白藤江，自己帶後軍駐喺海門。對手叫吳權。呢一仗嘅細節，各家書講法唔完全一樣。流傳最廣嘅版本講吳權喺江底插滿削尖包鐵嘅木樁，趁潮水有敵入江，退潮時船底俾樁戳穿。細節我未逐一核實到，但結果冇爭議。南漢軍大敗，劉宏操戰死，劉俶喺後方收兵返屋企。之後吳權稱王，越南自此不再直接屬於中原政權，即係話中原對嗰片土地1000年嘅直接管治係喺呢一場仗之後斷㗎。一個唔重要嘅細朝廷輸一場仗，改寫咗一個國家1000年。而呢件事喺正史裏面得幾行。講咗咁多刻，我想同你講兩座塔。今日你去廣州光孝寺大雄寶殿後面，東西兩邊各有一座鐵塔。西塔鑄於963年，同微川都同一年。捐鑄嘅人係劉乴嘅太監龔程書，同埋一位姓鄧嘅女弟子。東塔遲4年，967年，用劉廚自己個名鑄，四方形，7層，高7米幾，塔身鑄滿佛龕，一龕一佛，近1000尊。當初通體貼金，所以叫淘金千佛塔。東塔身上仲鑄住8行銘文楷書，我讀幾句俾你聽。大漢皇帝以大寶10年丁卯歲，賜有司用烏金鑄造千佛寶塔一座7層，寶龍功有慶，其鳳力無疆，萬方咸始於清平，八表永成於交泰，祈求萬方清平，天下太平。寫呢句嘢嘅人4年之後親手放火燒咗自己個國庫。而呢兩座塔係中國現存最早最完整嘅大型鐵塔。西塔清朝俾炮火打爛過，日本侵華時又俾塌落嚟嘅屋壓過，正反底座以上3層，東塔7層，完完整整。1000年改朝換代10幾次，佢哋照企喺度。你今日買張飛入光孝寺，行到大殿後面就見得到。970年9月，宋太祖派潘美南下，南漢嗰邊係咩狀況？舊章殺晒，宗室殺晒，掌兵嘅德太監、程祥同護城河改咗做宮殿同水塘，流船、戰艦、兵器、盔甲全部霉晒爛晒。宋軍一路落河州、昭州、貴州、連州。劉乴聽到之後好開心，佢講呢4州本來就係湖南嗰邊嘅，宋軍攞返去應該滿足冚啦，唔會再落嚟。971年，韶州蓮花峰下，南漢出咗最後一張牌，象陣，真係大象。南漢養象打仗，每隻象背幾個兵，打仗時擺喺陣前，
壯聲威，嶺南將多，用得就用。宋軍用強攻勁弩，射散。2月，宋軍逼到廣州城下，劉蓋揀咗10幾艘船，裝滿金銀財寶同妃嬪宮女，準備出海走人。結果船俾太監同衛兵偷咗，開走咗，佢自己走唔甩。於是佢做咗最後一件事，放火燒宮殿、燒府庫，用人命由海底撈翻嚟，鑲咗喺梁上、柱上、簾上。嗰啲朱宋人寫得好簡單，4個字，一火而盡。第二日，劉車着素服出降，南漢亡54年，押到汴京獻俘。宋太祖派人問佢點解燒庫，劉恪嘅答案我念俾你聽：神年16，潛魏號，情書等皆先神救人，每是神不得自由。在國時，神是神下，情書是國主。我16歲做嗰個假皇帝，供情書，佢哋係我老豆留低嘅舊人，樣樣嘢我話唔到事。喺國入面，我先係神，佢先係國主。趙匡胤斬咗供情書，赦咗劉恪，封佢做恩赦侯。之後仲有幾件事幾抵死。劉廚一雙手好巧，佢用珍珠串咗個馬鞍，戲龍嘅形狀，獻俾趙匡胤。據記載，趙匡胤睇完嘆咗句：呢啲心機用嚟治國，點會亡國？又有一次，趙匡胤賜佢一杯酒，劉偪跪低就喊，因為佢自己做皇帝嗰陣，成日用毒酒毒死大臣，佢求陛下唔殺我，我情願做大梁一個布衣。呢杯酒神未敢飲，趙匡胤攞反杯酒，自己飲咗。980年，佢死喺開封。第一下，宋太祖廢咗微川刀，壯丁充軍，老嘅放返歸田，仲落詔百姓不得以採珠為業。聽落幾人道，係咪？但制度冇死。到元朝1295年，屯門寨嘅巡檢向上面報，大埔海有珠，仲有後海、龍旗、青羅閣、荔枝莊等20幾處。1297年，官府調700戶疍家做採珠戶，官給口糧，去大埔海同惠州珠池3年一採，換咗個朝代，換咗個簽名，同一片海，同一批人，照落水，一路採到明朝中葉。明初有一次採咗5個月，得半斤。官方話採乾咗啦，收工搬去合浦一個海灣嘅珠，用咗500幾年，採到冇。第二下，2003年，廣州起大學城，選址番禺小谷為島，考古隊入場做勘探，掘到2座陵，一座係劉隱嘅德陵，一座係劉才嘅康陵，相距800米。2004年，評上全國10大考古新發現。2006年，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，即係話今日幾萬個大學生返學行嗰條路下面就係南漢皇陵。仲有一樣，印尼井裏文打撈到一條10世紀嘅沉船，船上面到南漢鑄嘅權亨重寶聯錢，一個荒唐王朝嘅錢，1000年前已經飄到咗爪哇海，由917到971，54年。不過講真，連佢做咗幾耐都有2個答案。有史書由劉隱計起就變成5主67年，由劉庫稱帝計起就係4帝54年。翻去開頭嗰個數，近2萬個太監。我要老實同你講，呢個數字出自《資治通鑑》，白紙黑字。但一個嶺南割據政權養2萬個太監，好多研究者都覺得係誇大，而寫呢啲字嘅人係贏咗嗰邊。仲有一件事，至今都係懸案。南漢劉氏究竟係咩人？100年嚟3種講法。1916年，日本學者藤田豐八話係阿拉伯、波斯商人後裔，呢個講法流行咗幾十年。80年代之後受到質疑。1948年，河原正博話係嶺南本地理寮出身嘅酋長，冒姓劉，迅速漢化。2009年出版嘅《劍橋中國宋史》基本採呢個講法。另一派堅持傳統嘅中原上菜說，認為出土文物支持。中山大學黃成文近年又寫文再論，到今日冇定論。所以呢個廣州做首都嘅故事，連主角係邊度人，我哋都未肯定。佢係一個荒唐王朝咩？係閹割做官，綁石採珠，殺晒兄弟，
樣樣有記載，唔使替佢洗。佢係一個有建樹嘅政權咩？都係年年開科舉，5代第一個用文人做刺史，海貿冇斷過，留低咗全國最老嘅鐵塔。有人話正史唔想多講，係因為佢真係唔值一提。有人話正史唔想多講，係因為講得太多就要解釋一件麻煩事。點解一片俾人叫做蠻荒嘅地方，可以自己做54年國？歷史從來都唔係非黑即白，但唔係非黑即白都唔等於可以洗白。兩樣嘢一齊記住，先叫記得住。開頭我講過，呢個皇帝識自己造字，上面一個飛，下面一個龍，飛龍在天，做得出一個字，留唔低一個國。而佢哋真正留低嘅嘢，反而係佢哋估唔到嘅嗰幾樣。2座鐵塔，一批飄咗出海嘅銅錢，一片比彩度乾嘅海，同埋一座今日埋喺大學城下面嘅陵。一個朝廷可以剪走一段歷史，但佢剪唔走一座鐵塔、一個海灣同埋一座陵。所以呢條片講嘅唔係一個變態皇帝，呢條片講嘅係一座城點樣做過一次首都，一片海點樣賠過500年人命，一個名點樣俾人喺書裏面縮到正反幾行，由海底去到鐵塔，再去到今日你腳下嗰條路。最後想問你2條嘢：第一，你以前知唔知廣州做過一個國家嘅首都？順便講埋，其實唔止一次，再早1000年仲有個南越國，呢個我哋第日再講。第二，如果你係大埔吐露港嗰頭嘅街坊，你日次行揾遍嗰冚，一次嚟簽好叫大埔海，又一大埔，二接講10人、10言科、二江慨、方塘同有功，你覺得邊樣應該寫喺前面？留言話我知。